有发现讲，其实我的耳机诚厉害，嘛会当做麦克，毋过进前竟然毋知，阁想讲这耳机看起来旧拗旧臭，无算啥。我想，我看这嘛是互我最近的生活一个启示。就是讲，即摆工课就是换一个新的顶视，总的。毋过就是伊有推出一寡政策，结果嘛讲要牵成第三季的即个科长嘛无我，当然嘛失落，毋过阁调整家己的心情。即摆甲我管的第三季的科长，其实人嘛真正好，真正赞，诚好沟通，都毋免讲，阁爱做诚济物件会使互伊斗相共，是一个诚好、诚良性的一个循环。毋过我着做拍拼做两个物件一个是解决我即个版本伫控制的问题。毋过我想讲，为安怎遐困难，有可能是我的观念无通，袂讲无甜用一个上歹用，根本无法度处理的即个指令要甲咱为难。这是做正统的 reverse 是正统的合并两个无共款的人开发的即个程序所使用的一个指令，Git 的指令。敢是讲我观念无通，而且我拢用旧的做法，无想要改变，无想要创新。就敢若想要用以早的步调，这嘛有可能。我今仔日阁补到暗时8:30，毋过因为无成果，甲这进前遇到一个困难的题目共款，一补就补诚久，逐工流诚晚，毋过拢无好的结果。就是讲，第一，咱即马现处是大家头壳内底，就是爱有一个成果，较会互人感觉满意，较有自信。我看我嘛是受到即个关系去影响，所以讲虽讲做拍拼，毋过无咱想的一个诚好的回应，诚好的成果。就算讲做代志拢做甲这四头拢赶甲诚好，毋过若有着拄着即个顶时，就看无就是无重视，嘛是犹原共款，会失去。我看这都是有影，就是安怎做，其实拢会有一寡忧郁，所以讲应该爱改变家己以早的方法，就是一直补做现题内底软题内底做固执，无爱回头，无爱翻头，无爱休困。毋过补甲安尼，就是无伫卡讲无伫卡有好的即个成绩，可能补半工，结果嘛补袂出来。即个时阵心情就受到大影响，就甲阮翁去斗，阮翁斗伊这个人就是做有责任感，就是会讲足侪撇步，足侪步数，搁做一寡安排，
伊想讲你来甲我讨救兵，我着爱做一寡无共款的改变。毋过我讲我着是单纯要来斗尔，嘛毋是讲要来创啥，嘛无要改变讲我明仔载要做的即个计划，也无就是我今仔暗要做啥。我着单纯找一个人会使听我讲一寡委屈，着参像我即马做的代志，安尼相像。过来第三点就是，即马较有撇步，着知影讲，其实着是阶段。虽然我的阶段即个进展无足紧，毋过我有坚持，就是无断去。就是拄开始，当然就是学即个罗马拼音，学一寡汉字，学甲足基本的。即个变调可能讲话无讲惯势，嘛无直直讲，足侪词拢空的，想袂着即个台语的词，头壳内底无足侪词通好讲。再来就是过来就是讲，讲话华语化，这拢有可能。尾仔就是讲，即个讲话即个腔口有可能较是少年仔的腔口毋是老一辈老一顶一言顶一言就是一拄开喙，你就有感觉讲即个腔口这腔口就是就袂煞讲今仔日即个少年仔去唱歌，唱一寡蚵仔面线，唱啥？毋过你咧听伊的腔口，你嘛知影讲，这是会晓讲，有直直讲虽然有一寡人伊是腔口拢练好势，毋过尾仔伊无直讲，毋过伊就是有早前的即个底子这嘛是伊嘛是会有法度发挥讲伊即个腔口，因为即个腔口就定型啊。毋过阮着细汉无即个甲腔口练起来拢练拢练袂起来。毋过嘛无要紧我即马是入来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讲会加参加一寡读册会，袂讲拢单纯上课，听即个台顶的先生安怎讲。即马就开始听嘛有诚济。练习平常时有机会就开喙讲台语嘛算会惯势。虽然即个腔口毋是顶一言因迄种腔口，毋过嘛是讲甲嘛算惯势。若无气嫌，也无就是甲我共言就是较少年辈。我下一言伊就是听会讲这人袂歹这嘛台语就是较顶一辈会嫌啦，因为讲这就是后天去练安尼这就无论啦，就是这本来就是安怎做拢有人会嫌，就算是工课上有人做甲诚拍拼，犹原有人会去嫌这就是变做讲家己爱去主张家己毋免讲看别人的目色。我进前就是想讲别人会安怎想，别人会嫌讲我哪会舞甲规半工拢比啥物人搁不如。其实毋免安尼想，人数就遐少会晓做代志的人就无济我想嘛袂有人遐野价要甲你攻击讲你拢无做啥物代除非这公司即马有甲人洗头路的即个压力安尼就无论。毋过其实伫工课上，这同事想要走的人嘛
第一摆列吼，毋是讲逐家一直抢要入来吼，是逐家咧抢要冲出去吼，所以讲这毋免遐烦恼吼。若讲别人无看着我诶能力吼，无看着啥物我诶表现，早都无看着啊，嘛毋是一冬两冬，着惯势惯啥，着毋免讲即摆做代志着毋免较有压力吼，搁安怎讲？其实我嘛是利用时间安尼，较无赶工课，较无赶势头吼，着拍拼认真去试看觅吼，拢是试啦，无成果。其实这着是我家己头壳内底观念，就是讲，我着试看觅。毋过即个成果吼，像讲你若试看觅去讲台语学台语，试看觅去产生一寡台语诶作品，其实就是看诶人足少诶吼，就是比起来天差甲地，就是若用华语来讲诶共款诶物件，天差甲地会受着人去甲你看，所以讲，这代志就是讲爱改变即个观念，就是我着试看觅，试做吼，做家己欢喜。我变做讲，我拢无想讲，我家己欢喜，家己安慰，家己讲，我即摆吼有进步啊，吼，进前。用即个版本诶控制，用甲安尼无感觉。即摆无呢，我即摆若讲去看有这方面诶一寡知识，都无共款啊。我有经验讲，有，我有拄着，对，就是安尼。安尼伊若画即个表吼，即个图，即个线吼，我嘛有伫头壳内底嘛较有概念。其实每一项代志，咱拄着大人做诶代志，发生诶代志，是有伊诶意义吼。有可能伫十冬了后，就亲像讲，即个虾米，我早前4、5冬前还是5、6冬前，嘛有伫研讨会嘛有拄着迄个时阵，我想讲我毋知影这有啥物意义。毋过遐济冬经过，我即马知影讲，有意义啊！以后着变成即个共一个群组诶人，我搁较了解即个人诶想法，伊为安怎要安尼做，嘛开始偷偷认捌台文无歹体嘛想要用台文来创作。就是讲进前若伫写即个华语诶小说，迄个时阵嘛想讲，拢无人看有啥物意义。毋过即个意义有可能毋是对别人毋是即种成就，颠倒是我迄个时阵就想着即个语言诶问题，就是讲即个华文犹原有中国话甲台湾在来诶华语诶用法，甲足侪人受着中国话影响。毋过台语嘛是受着华语诶影响。其实这种关系，互我一寡互我一寡启明，互我一寡启示，伊有意义。毋过伊诶意义毋是我想诶讲，我伫即个BL 诶小说诶壳仔内底有知名度，有一阵人对我就是诚疼叹足喜爱我诶作品，毋是即种
意义嘛毋是讲我写足济作品伫遐累积，其实拢毋是，是互我体验一寡代志的意义。我看这其实咱着不时咧想，咧追求讲，咱爱了时间了甲比人搁较少，开钱开甲比人搁较无开钱。毋过咱的成果、咱的成绩爱比别人搁较敖，甚至搁较好，而且逐个拢看现，拢无去互人讲，应该爱互你奖励，偏偏即个人着假振生，假先甲你无看着，着上好拢无即种做衰尾的代志。这着是咱头壳内底想要追求的物件。为安怎爱追求即种物件，咱嘛毋知影，着是想讲这物件听起来诚爽诚好，无想着讲有一寡代志是互咱去学经验，互咱去理解，着参亲像讲，今仔日若是版本的控制。我着讲用，伊拢足顺，拢无任何问题。安尼我嘛袂去加去找一寡资料，加明白一寡代志。所以讲，我相信诚济代志拢有意义，亲像讲，我补诚久即个案尾，伊要录音，一直若伊为外口开，即种特殊的状况，会出问题。其实这嘛是要互我补清楚，讲咱即个定律，即个机制是安怎？这诚要紧啊！袂当讲拢懵懵表表，趁这机会，我会当加明白，其实是安尼。毋过我有可能敢若看着讲，我望讲我三工就家牵少，安尼毋知偌好咧。诚巧，懵懵的运气诚好，懵懵的就牵少。毋过这时间剩遐济时间，其实可能嘛，就是讲有时阵会足气，讲哪会家己了遐济时间，其实嘛无偌济啦，这嘛是正当的做正当的代志，只是讲调伫遐，都可能无灵感，毋免去计较伤济，爱知影讲这一切拢是有伊的意义，这拢是安排的，有伊的意义。虽然我即马懵懵表表，是讲足气的，这有啥物好？毋过我相信，这拢有意义，就亲像讲我写小说，这一切安排当然是有我的用意，我免安尼黑白写呢，黑白叫即个主角发生啥物代志，结果嘛无想讲这发生这要创啥着，有代志发生就好啊，就一般袂安尼咱拢是伟大的创作者。我嘛想讲，咱的人生嘛是另外一个较厚的家己去甲咱安排的，爱相信伊。虽然咱定定无对家己信心诚歹，无啥物自信，毋过咱爱相信，这个做生命的这个家己，其实伊是无遐讲啦，伊是有巧的，就是安尼。